各位街坊，颱風加冷空氣，你今日着幾多衫呢？個颱風風神今日早上嘅位置，距離佛山大概係500幾公里，目前仲係10級，強度有望會繼續加強。預計之後係登陸越南，受到冷空氣同埋颱風嘅外圍環流影響，佛山嘅北風係加大到4級，陣風7到8級。今日朝早佛山各區最低嘅氣溫係18度到20度，比尋日下降咗2到4度。預計今日同聽日冷空氣係會持續補充，全市係陰天間多雲，有零星嘅小雨。北風嘅風力會維持，早晚嘅溫度會進一步下降，感覺係會比較清涼嘅。今晚到聽日朝早最低溫度會去到16度，大家要注意防風同埋添衣保暖。啲風係一陣陣，大風嗰陣都幾凍㗎，記得帶返風衣先至開電雞啊！起風之後，天氣會比較乾燥，森林火險嘅氣象預警信號亦都比較高，要特別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電安全。皮膚同埋嘴唇亦都要注意補水，塊面要開始用啲含油嘅精華啦。潤唇膏仲抄唔抄得返出嚟啊？有啲街坊就話啦，冷空氣到咗，唔使怕蚊咯。其實都唔係嘅，因為氣溫好快就會回升到最高溫度25度以上，咁而白紋伊蚊最活躍、繁殖最勁嘅溫度就係25到30度，所以佢哋會繼續煩住你。大家記得洗手、清下積水、滅下蚊、噴下蚊，快啲話俾你關心嘅人聽啦！